新的一日，搁有，互咱有一个欢喜的心，特别今日是神的主日，会当来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早起是个礼拜，搁一届透过咱的诗歌，透过咱所听到上帝的话语，搁一届来更新改变咱的生命。愿上帝帮咱，也愿上帝赐福伫咱早起是个礼拜。愿主伫今早起时，搁一届来充满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咱会当领受到主的恩典，领受到主的祝福。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只是咱先做伙安静咱的心，咱用祈祷，用静默的方式，咱做伙来思想，也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咱，也求上帝来充满，互咱伫早起时准备好咱的心，用一个热切的心来敬拜伊。现在先请我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今仔早起时的敬拜的开始，来求主来充满咱每一个人，咱做伙来唱。主，我来追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靠无你的同在，求你。
来充满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今仔早起是礼拜，求主搁一摆来充满，互咱伫早起是礼拜，会当透过咱所唱、咱所祈祷的，搁一摆来领受着主的恩典，也带着一个热切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伊。邀请咱兄弟姊妹，咱做伙开喙来祈祷，求上帝来充满，求上帝来祝福伫早起是礼拜，咱做伙开喙来祈祷。哦，主啊，主啊，感谢你，搁一摆引导我每天来到你主你的圣体，来寻求着主你的面。主啊，求你来充满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主啊，因为我的心切切来渴慕你的同在。主啊，求你来充满我每一个，充满伫我的教会，充满伫我每一个人的心。透过今仔日是礼拜，搁一摆来提醒我，搁一摆来感动我，搁一摆来更新我的心思念。主啊，求你来帮助，主啊，求你来充满，求你来搁一摆帮助我，主啊，新的恩典，我们新的恩典，求主啊，你来每一个心中，主啊，你来帮助。邀请兄弟姊妹，有着即马搁空的座位来祈祷，上帝的帮助，或者还未来到伫教会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伫路上，还是伫倒了，求主来帮助，互因通平安顺遂来到伫教会，做伙来敬拜阿咱的上帝。咱为着这个空的座位，咱来献上咱的祈祷，求上帝来垂命着因的脚步，因紧紧来到伫教会热切来敬拜阿咱的上帝。咱做伙开喙来祈祷，咱做伙开喙祈祷。无论伫敬拜中心的服侍，还是伫教育中心的服侍，拢求主来充满伫这服侍当中，互所有今早起时的服侍当中，拢充满有主的快乐。咱做伙开始着早起时所有的服侍的当中，为着几个礼拜停事，咱做伙开
吹吹，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你，搁一届引带阮来到伫主你的圣殿来敬拜学了你。主，阮相信，当我搁一届来寻求你的面的时，主你就要来充满阮。主，阮较无你的同在，较无主你的恩典，较无主你带予阮每一个的平安甲喜乐。主啊，求你搁一届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阮含恁3000群的时。来充满阮，求你洁净阮，求你透过诗歌，透过阮的祈祷，透过上帝话语，搁一届来更新改变阮的生命，也透过阮的生命，搁一届来回应你的恩典，也透过阮的生命，嘛要搁一届来荣耀主。主啊，互阮起来荣耀你，互阮透过阮的生命来荣耀，透过阮的诗歌来荣耀，透过阮的全心全人来荣耀你。主，阮今仔早起时嘛，真做是一个荣耀的礼拜，通将一切荣光来归乎你，求上帝来充满，求上帝来帮助，求上帝来赐福伫今仔早起时的礼拜，将一切荣耀、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你。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继续要唱下你敬拜，我们做一点鼓励，来做一定要让上主。荣耀
是毋是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神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施恩赐福，互阮伫你的圣日有这个福分来到伫你的宝座前，伫遮吟诗学乐，伫遮敬拜你。愿圣神的光甲阮同在，互阮对你的话语得到快乐，互阮对敬拜看见上帝的应允是何等的水，何等的好。爸上帝，愿今仔的敬拜对头到尾，愿对心底唱出感恩而乐的诗歌，愿对心底发出阮对你的呼叫甲恳求，愿圣神应允，互阮伫你面前所求的，主你亲自来成就。也愿这个敬拜荣光归于你，正兄弟姊妹，愿拢得到满满的修成甲祝福。伫你的面前，愿你受恩带领，互这个礼拜是主所掌管的礼拜。阮拢幸福伫主你的十个月，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有缘请徛咧，咱要做伙来纪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入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
第三日对世人中过我，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启用，请掀开周报上尾页，启用文第7篇诗篇19篇。我来启会众三角内容。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搭布棚，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多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警戒。啥人会知逐地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因袂故意犯罪。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理的旨意。这是咱三角来祈祷。慈悲满满的全能上帝，听阮的天父，阮献上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前。你互阮有你的平安的同在，保守阮搁一摆伫你分别做成的日子，来到你的圣殿服侍敬拜你。我要感谢你丰盛的慈爱，伫阮的每一人的生命中间。我也要感谢你保守，互阮教会推动侪侪事工，拢会当顺利来进行。若毋是你的恩典临到阮每一个服侍当中，互因有信心的感动，佮引带，就人的气力，会当所做的工，拢是小可拿定。阮无啥物通夸口，只有将阮卑微的事工献上，来回应你对阮无限的疼。恩典赏赐的主上帝，对你创造女性这个角色，伫世上以来，你着赏赐。互妇女有无共款的能力，来有份伫世界侪侪的事顶面。伫教会内底，特别是对福音事工的热心参与，妇女诚做着真重要的角色。有份伫你侪侪教会事工，互阮也学习着妇女信仰前辈的脚步。今仔日伫阮的教会，有缘有侪侪妇女热心来参与事奉。每一项的参与，拢是用因的性命来做见证，见证上帝你对阮无限、无求、无回报的疼。但今仔日伫即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愿要搁一摆恳求你，用你奇妙大权能，亲手牵着
每一位妇女的手，通做你所看好的逐项的事工，互每一位妇女拢会当成做领受上帝你特别恩赐的妇女，成做上主你有路用的器具，伫福音的推动顶面，互因会当轻调伫圣经内面的教导，伫教会事工，也是家庭工课，拢会当得到上主你的祝福，恩典满满。慈悲怜悯的主上帝，伫遮我嘛要来三角恳求，你也顾念即马身处伫患难中的妇女，赐了因勇气甲毅力来面对生活，为着有备教养的智慧甲能力，通会互因伫突破困境来倚靠上帝，来看见生命的亮光。阮要恭敬将今仔日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的礼拜，全然交托伫你的圣手，固守每一位参与伫礼拜中的兄弟姊妹，甲参与伫服侍中的同工，也恳求你看顾保守伫你圣殿的聚会，固守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互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福气。阮献上阮的感谢祈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节记载伫两位。第一位圣经节记载伫以赛亚书58章第10节到11节，即时我来强读。恁若将食物分予枵饿的人，满足困苦的人的需要，安尼恁的光会伫黑暗中发出，暗暝会亲像日中昼。上主会继续引带恁，互恁伫空闲的所在，逐项拢满足，互恁的骨头臃肿，恁会亲像有水灌压的园，亲像有水直直流的水泉。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第6章第38节，即时我来强读。着互人，上帝就会互恁。伊会赐个药，互伊节，个牛角满满，倒落去恁的衫被。恁用啥物牛互人，上帝嘛会照安尼牛倒转互恁。以上，现时即是咱请小组长联合来献诗。教会咱伫2月27暗暝甲2月28规日，咱三甲伫哪来教会灵修会馆举行着富强教会小组长的退休会。感谢主，互咱有一群愿意委身谦卑服侍的小组长伫咱的中间来牧养咱。即是咱邀请这小组长来献诗，献诗煞，请本堂主任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互颂享诚做富足的主。
你看，你这位大家平安。咱拄只吼，是特别的一个圣歌队，就是咱的小组长联合的圣歌队。啊，伫2月27、28吼，啊，咱到伫哪来做伙灵修。啊，大家想讲难得吼，咱的小组长平常时拢爱带一组的啦吼。啊，当因做伙，啊，是毋是会当献诗，表示因大家人同心的聚会，同心的奉献。啊，所以呢，因特别吼，啊，就是联合，啊，就今仔日2场拢要参加献诗吼。我要请东江，你先甲拄则打迄2张相片先铺出来，敢好？吼，先铺出来。啊，咱先来做祈祷，啊，先来做祈祷，然后啊，咱因为东江吼，遮个小组长小等拢无共款的服侍，啊，因可能都爱先离开即个圣歌队室，咱大声来祈祷。主啊，主啊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的疼甲保守，互阮伫即个天气变化啊、温度悬低中间，拢有你的固守，一切拢平安。阮甲你感谢。我一遍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互阮有即个福分，到伫你的面前，做伙同心聚会、同心敬拜。这是上帝你无限的疼甲恩典。愿你互阮透过你的话，得到属灵的提醒、属灵的激励，搁较会当挖靠处。伫人生的日子中间，用你的话声做阮的属灵的美娘，会当赢过世间一切的征战。愿你通过你的话来激励阮每一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毋知有迄张相片吼，伫遮吼，啊，即张吼是咱拄则唱歌的小组长吼，啊，所伫28号吼，28迄天伫马来所翕的吼，还佫另外一张。这是室外翕的吼，啊，咱搁教小组长鼓励一下好无？感谢主。啊，咱等下若有东江需要去别位服侍吼，请你免客气吼。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三角分享主的话吼。当这个主题互颂享诚做富足的主，咱拢总讲三段啦吼。啊，事实是因为咱进前2个礼拜日，咱有这个圣餐，咱嘛有和会吼。啊，所以呢，时间上小可甲伊安尼截一个，啊，所以原来是2讲，啊，咱甲切做3讲啦吼。啊，所以有个兄弟讲，牧师你连续讲，甲成迄个内容吼，较集中伫一个主题，安尼嘛是真好诶即个学习啦吼。啊，望伫即个经文中间，互咱对即个上重要圣经的教示，会通更较清楚的认捌吼。啊，咱等下会当踮开即2段经文来做伙学习吼。煞只咱所要讲的是，亲像拄则咱听到的2段经文啦吼。对旧约到新约，拢一直咧讲起一项真重要的事，包括耶稣伫所做的，拢咧甲咱讲一项。当你对丧乡的、对欠缺的人施出你恩典的手，就是你欢喜来帮助的时阵，上帝要特别的祝福。啊，这是对旧约到新约，咱一直看到圣经所予咱上帝应允。啊，咱今仔日个经节，阁有另外一段吼，咱会当来看。伊讲行好甲关注所带来的祝福啦。你奉献，你帮助别人，你关心遐个软正甲软弱的。顶日咱知影讲有3个细汉囡仔读册，细汉囡仔，啊吼，伫中华迄个所在，啊下课，啊伊阿伯吼。都讲迄日来较拄好，都无闲人甲载。讲恁3个家己行转来好毋好？啊，就足臭拄坎吼，3个啊，食茶啊，牵手啊，行，哇！咧过斑马线啊，一人开车就甲挤落去啊，弄落去啊！哇，3个吼，2个重伤，即阵毋知救的，我毋知啦吼。啊，即个新闻，互大家心肝足毋甘，因为虽然咱毋捌即个囡仔，但是吼。全台湾的人吼，拢要注意这样代志。听讲2个囡仔伫病院咧照顾，迄病院拢讲啊，阮免费甲医啦，吼，伊会好介好啦。啊，台湾逐个所在吼，捐献，讲已经超过1000万啊，超过1000万要互即个囡仔医互伊好啦。甚至吼，即个银行的账户讲，哎哟，毋免啊啦，毋免遐济啦吼，逐个免阁寄。咱台湾人
即款自身的疼心，互咱看会到。甚至2天前，咱也佫发生一件安尼艰苦心的事件，一个精神幻想症的人，啊，开车去弄死一个警察，啊，弄死一个巡逻员，安尼。啊，即个妈妈吼，生的3个囝真可怜啦，拢有病痛，特别是精神上的问题。啊，即个妈妈较苦啊，去咧做工，啊，趁钱来饲即个囡仔。虽然即个囝儿吼犯错啦，啊，家己嘛去互火车弄死去。啊，即个家庭实在是互人看到真可怜。虽然因即个囝犯的罪是害死人，毋过竟然嘛是有人讲，哎哟，即个老母实在是可怜哦，嘛有人要甲管呢，管钱要关心呢。所以咱就想讲，做歹有迄个处罚，但是台湾人迄个疼心，互咱看见，即个是咱台湾人上宝贵的部分。那圣经佫较免讲。伊讲行好甲关注所带来束缚，伫圣经明明甲咱交代。以赛亚58章10到11节，第一，伊讲行好要互黑暗变作光明啦。圣经在即个话语安尼讲，较使恁互妖恶的人食，互丧香的人得到满足。恁四周围的黑暗要变光明，黑暗要变成白日。意思讲，互遐艰苦人有一喙饭通食。互艰苦人伫艰苦中有得到帮助，亲像暗时比光明共款，迄是一种描述啦。互讲啊，这社会带来了光明面安尼。上帝个应允讲，亲像永袂干的水，永袂干的泉水。昨昏阮做伙去参加教会啊，咱3年执事吼，伊个讲的即个个别式啊，了下晡吼。去认得迄个中州的一个执掌啊，就是讲，算讲树葬的意思啦吼，执掌就是伫迄个草埔啊来安葬安尼。啊，阮车顶有一个姊妹讲吼，伊对足有迄个恐水症，恐水症毋是惊伤侪水，伊讲若要无水，伊就足紧张就对啦，无水就足紧张。啊，以早咱无即款水道系统吼，哇，足侪咱的庄卡的所在吼，大家拢注意讲倒有泉水，你敢毋知？会出泉意思是讲吼，安尼大的土地哦，啊，伫迄所在芳会流出水来安尼。上帝讲你关心遐个丧香人，就亲像要互你永袂干的泉水。讲我要继续引带恁，用水的米来满足恁，互恁强壮伫干燥的所在得到滋润。亲像水源充足的果子园，亲像永袂干的泉水，这是上帝所予咱的应允。但对头到尾，咱拢知影，人的本性拢是爱家己嘛吼。啊，但是你欢喜施出，这是上帝特别开的恩典，就是上帝要伫你所捐出的中间，亲像顶礼拜咱所讲的，你就是咧祝福上帝，上帝是欠你的，上帝会补足你的。啊，甚至伫雅各书内底吼，佫有一种的责备呢，讲咱若无行好，是一款的责备啦。伊讲若确实有人知影应该行好，无去行，就是犯罪。伊甲无去行好当作是犯罪的一种呢。台湾迄个台语圣经讲，所以人知影着做好事，无去做就是犯罪。哇！变做一种责备的意思啦。这毋是讲骂甲毋爱甲无爱，免啊毋免，是讲无做就是毋对啦。这是所互咱一种的提醒吼。但同款的应允，伫新约路加福音6章38节，伊讲你若互人，上帝就满满要互你啦。互人来互人偌济哦，反正都上帝会超过遐就对。这段经文吼，阮这段是中文的，伊讲施互别人，上帝就会施互恁，并且用迄大的斗连摇带日。好啊本哦，咱较早咧背拢叫做上尖下流。上尖下流什么意思？吼，这个古早迄个俗话啦。上尖下流是讲满吼，像咱倒迄个米吼，这个汤拢满起来，佫尖起来，
啊，尖起来是毋是会射落来，射落来外口？满甲底袂落，真恁所会当大诶，满倒互恁。现在台语咱咧读，就搁较有味啦吼。伊讲着互人，上帝就会互恁，伊为字搁摇，字就是甲字互扎，啊搁摇摇诶，互伊切互捌安尼，互伊扎就对啦，扎吼。即个台语诶字咱较少看到吼。诶，字搁摇，互伊扎。搁酿到满，倒落去恁的衫被，恁用啥物酿互人？上帝嘛会照安尼酿倒转互恁。恁用啥物酿互人？这两字是无共意思的。酿是种的容器，比如我用一个10公升的豆，也是20公升的，也是敢若5公分的，迄酿就是量器就对啦。啊，酿互别人。你对人酿济，上帝就酿济互你；你对人少，啊当生，啊咱讲台语讲暗多，啊你就上帝讲啊你就无需要，我就少互恁安尼。中文的圣经安尼讲，恁用啥物酿器来酿，上帝也要用同款的酿器来酿互恁。兄弟姊妹，这个是咱连续3礼拜所看见奉献。甘心乐意，赞关心送向人，上帝伊会加倍应允甲祝福。佫一项真重要，就是你为着传福音所做的奉献，所带来祝福，嘛真宝贵。哥林多后书9章12节到13节，讲因为恁所做即个侍奉的工作，毋若解决信徒的需要。嘛，互因对上帝感谢，加添到满出来。通过恁所做即个侍奉，证实恁有顺坦所宣认基督的福音，以及恁对因甲其他所有人慷慨的捐献，通归荣光互上帝。这段话会当分2、3项来学习啦。伊讲，咱的关注，伊一个提醒即个哥林多教会，伊讲。毋若供应信徒的需要，而且互人对遐感受到主内底的疼，啊嘛对上帝的感谢。意思讲，咱基督徒去帮助别人，伊毋若是感谢你尔，伊会讲：哇，恁信的上帝哪会遐好？啊，找你来帮助我。第2项，伊讲慈善工作是一种的证据啦。证据什么？互侪人知影恁对基督的顺服，对宣认的福音真忠诚。也会当慷慨救济别人，就会将一切荣耀归乎上帝。一种证据咱对上帝的信靠，对福音的忠诚，而且是有气力、慷慨尽济别人。啊，这一切到最后是归荣光伫上帝。兄弟姊妹，这项事真要紧，因为咱教会这几年来，拢一直咧鼓励咱来传福音，咱来带人信主。啊，传福音毋是空嘴保水的工课呢，传福音要做真侪铺排。啊，咱有福音茶会，有福音餐会，有幸福小组，啊，有咱新朋友的关怀，咱有准备真侪人的需要，啊，这拢爱用钱啦。啊，所以兄弟姊妹，请注意，把金钱奉献伫影响人生的事的顶面。吼，意思讲。你的钱用伫会当影响别人，迄个好的影响的，特别是伫宣教、伫传福音的顶面。伊讲哦，这就亲像耶稣甲水变做啥物？甲水变做酒，一个冰素无味，啊，啉落安尼无啥物滋味的，会变做芳芳的酒。这是耶稣基督的应允的。啊，所以同款意思，你甲平常时用的钱。可能去买物件来食，买衫来穿，买鞋仔来穿，就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嘛。但是当这个钱用伫救灵魂的工作，用伫传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伊就要产生化学变化。耶稣甲水去
规红的水、规缸的水啊变做一酒。所以宣教的奉献是一个最宝贵的奉献，就是互一个得救的灵魂，将钱变做灵魂会得救。迄话另外一种的意思就是耶稣讲的啊，有一个人啊失去伊的性命，啊伊身躯所有的财产要归予什么人？兄弟姊妹，咱真感谢主，咱教会伫这几年来对参与伫福音的事工顶面，大家拢真甘心来乐意来奉献。啊，咱教会嘛有即个宣教基金啦吼。啊，迄宣教基金的意思是，咱咧办幸福小组，咱派人出去传福音，咱拢有一个专款专门咧做这样代志。互我真好的一个学习是安怎呢？差不多正10年前吼，我甲谢牧师迄阵伫高雄的时阵，有甲会友做伙去参加新加坡一间叫做三一基督徒中心啦。三一基督徒中心，咱听起来是讲啊，这个中心什么意思？是毋是咧办活动的？其实因是伫新加坡有那是华人的系统哦。啊，当然嘛有马来亚人啦，嘛有印度人啦。因甲合作基督徒中心，伊暂时无甲教会这2日放落，互人吼对迄个教会迄个成见会做较放松就对啦。啊，因安怎呢？即间的新加坡三一基督徒中心，每一年因拢办一个宣教奉献大会，因派出真侪宣教师去国外，当然嘛有派来咱台湾的哦，拢倒转去，这宣教师拢转去因的教会，然后举办一个足大型，像咧嘉年华会安尼，哇，足闹热的吼。啊，这个宣教师来报告因去宣教，因带人信主，有的是派去中国，有的派去东南亚。啊，然后鼓励参加的会众讲，你看，阮过去一年所做的工，带偌侪人信主，也是讲做偌侪福音的事工。啊，今年咱要搁继续派偌侪宣教师出去。啊，兄弟姊妹，宣教师一个出去吼，交通嘛爱钱，食嘛爱钱，办活动嘛爱钱。啊，帮衬别人，那无可能在地人搁钱互你啊，拢会因家己出的。因其中有一个牧师吼。嘛捌来咱富强教会，迄阵来办这小组的训练的事工。啊，这个牧师来吼，无收咱这边的这个奉献哦，伊就是对因教会派人来，啊钱由因支出安尼。啊，阮去参加这边吼，拄好伫这间的教会，因一个外壁吼，一个大十字架，中国一个小的十字架，这间叫做新加坡三一基督徒中心。因的正面是安尼吼，哦，还像一个，若要讲像咱台湾的大会堂共款、大体育馆迄种意思吼。啊，这三一基督徒中心，啊，这个是因另外一个角度的相片啦吼。我这三间2边，咱拄啊头前迄2张相片，一边一面拢有啊吼。这个是因的大会堂吼，啊，像一间大戏院共款吼，嘛像像一个体育馆安尼。啊，这是迄日。阮参加迄个宣教大会，啊，遐个各国吼，去倒位宣教的国，爱着举迄国的国旗，啊，这宣教师拢行入来，互大家欢迎吼。其中嘛有一支咱台湾的国旗啊，吼，台湾的国旗啊，拢行入来伫即个台仔前、台仔顶安尼，你看拢摆伫头前，然后因做见证。上重要是讲，各位兄弟姊妹，咱三一基督徒中心新的一年。有定要去几个国家宣教，有几个宣教师要派出去，有偌侪工，大概需要偌侪钱。恁有的人袂当做宣教师，但是你有份参与伫即个宣教的奉献。啊，这就是因所做的工吼，因所做的工。啊，遮拢直接伫遐。到最后，我有翕到迄银幕啦。因可能新加坡吼真厚啊，因像咱现在台湾哦，较无习惯用手机哦支付有无？我甲指落去吼，啊，即马我若要寄互某位人什物钱，我就直接用手机甲指落去，吼、啊，咱伊要讲哇，迄中国足流行这啦，我打给你多少钱安尼，就直接手机的支付就对啦吼。拢总偌济呢？这个钱伫迄个现场吼，297万5530块。毋是台票哦，
200来这新加坡钱，咱遮有个银行咧工作，新加坡币毋知1比多少吼。意思是讲，因迄年是2013啦吼，伊讲整个的即个奉献事工，用这个钱要来对外做宣教的路用。兄弟姊妹，即间的教会，因为因有上帝所赐的恩典，兄弟姊妹甘愿投入伫宣教的奉献，所以真侪的工拢透过这宣教书去帮助足侪人。兄弟姊妹，有一项提醒，就是你愿意为着教会奉献，你为着宣教来奉献，但是魔鬼上无爱看见即个代志，伊心就是足爱甲你扭转，互你对奉献无注意啊。因为这是上帝的祝福，魔鬼就条工用足侪话甲你酸，甲你讲，哎呀，毋通遐戆啦，迄无效啦，假的啦，假了的啦，就是迄个心思、迄个心念会出来。撒旦极力要破坏咱对金钱、对奉献的看法，因为上帝会甲咱奉献的金钱变做藏到伫永远的灵魂，所以甲金钱奉献予教会，奉献予福音机构，你会得到足侪灵魂的得救吗？所以魔鬼就讲我这钱若较侪，我的势力就减去啊，所以就尽量安尼反正不用其极就对啦。甲你影响，甲你咬，甲你支持，互你讲奉献这无路用。伊目的就是讲，你最好是莫插较好。所以，当上帝国度愈扩展的时阵，表示黑暗的势力就放弃啊嘛。所以魔鬼哪要稳准这个代志？迄就亲像讲一个国家一个势力，当人即个争取什么的时阵，有一寡独裁的国家就甲你限制，甲你打压，因为惊讲你武了到最后，连我的政权都无去啊！魔鬼的国度嘛是安尼。有一个出名的牧师，美国有一个天门教会咱也有咧看 Good TV， 定来听到即个罗伯特莫里斯的讲道伊即马 Good TV 拢会甲伊翻译做用华语来讲，咱听了较清楚。要用英文搁看字幕有的人看了较忝嘛。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奉献对地狱有大威胁，魔鬼对顺服圣神的奉献是深痛恶绝就对啦，气甲呛烟就对啦。因为当咱每一遍顺服圣神的奉献，表示黑暗的国度一步一步在甲减弱去。所以咱顺服圣神的奉献，也是要听魔鬼的诡计，这是咱心中真重要的提醒。这就是迄罗伯特莫里斯真出名的美国的教会讲员。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有一个警醒你知影讲奉献有祝福无毋对，但是你阁爱提醒魔鬼对你的一个影响，因为魔鬼绝对无希望你伫财务得到自由甲祝福啦。伊足无爱，最后你是安尼艰苦叮当安尼伊会用尽办法，互你无做十一奉献，无做其他的奉献，因为你安尼就无机会得到上帝伫财务上的祝福嘛。你嘛无机会通经历到迄个倍增新热甲财富的丰盛。所以，这个奉献关心奉献上帝祝福以外，咱所要提防的就是魔鬼的诡计。有时透过人，有时透过一种的心思意念，互你感觉讲我参加这无效，我毋免，互别人就好啊，我无差我一个。反正迄种负面，迄种互你可有可无的心，会影响到你。兄弟姊妹，最后牧师要甲咱做一个提醒。对这3礼拜以来，咱所讲这个奉献，你拢真清楚了解。只是你若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你出于你所有的，毋是你无的。当你愿意为主来付出的时阵，圣经讲亲像照顾上帝，
上帝要加倍赐福予你。像今仔日咱所学习的，要互黑暗变光明，互暗暝亲像日光的日。搁上帝讲要亲像出泉的泉水，互你满满上尖下流，到底袂落。但是，伫今仔咱台湾号称讲伫亚洲咱的 GDP 哇足悬啊！咱除了讲经济上较无处理、无好处理袂当过迄个送乡的家庭，大概大家人家庭拢无欠较济啦。但是呢，因为即款，所以台湾进入到一个较富裕的社会中间，咱爱提醒，咱的教导的一代，咱的会晓教互咱的子孙，就是来储蓄福气的银行。你爱欠即个福气就对啦。这是我对一个第一篇的演讲伊讲的，我感觉这嘛真合咱的信仰。我用咱信仰的话来甲咱学习啦，甲咱做伙学习。伊讲真侪家庭现在金钱拢大部分啦，无讲真欠，但是常常特别是好家人，下一代真紧就甲败了就对了。因为咱无教细囝教咱的囡仔去累积即个福气。伊伫咧消磨即个福气，搁较大的家产嘛会败甲光光就对。所以咱伫无欠亏的时阵，搁较愈着爱提醒细致，互咱的囝儿来欠即款的福气的银行你安怎互你的囝儿、囝孙，台湾人讲好业未过三代，就是袂晓欠即个福气。要安怎互咱的子孙？莫讲好业甲亲像迄种巴菲特毋免啦，就是你无欠，咱就爱会晓互咱的囝有这4种的银行，4种的账户就对啦。4款银行簿那这4种银行簿第一项叫做爱训练伊有奉献的心，就咱圣经这3礼拜讲的，有欢喜帮助别人的心啦。伊讲行好也是关注。就是咧营造福气的账户，你毋通想讲我著1000箍，捐献100箍，哇，剩900，减，毋是啦，你是咧加，因为你是咧营造一个福气的银行。所以有人讲，咱即个敬天啦，天就是上帝嘛，敬天，伊讲迄个天若减一位，就是大啦，意思是讲无敬天，就是家己自我自大，家己骄傲，掠做讲这钱拢我赚的安尼。所以伫细汉开始，咱就要教咱的囡仔有迄个奉献的心、慈悲的心，有奉献的精神。所以会记得去年咱在做感恩节奉献的时阵牧师甲咱建议，讲你想讲我伫阮兜著做一笔甲奉献出去著解决啦看起来俗省事啦。但是目的毋是干那要奉献的数字，你爱教互你的囝讲好来，咱今年咱要奉献感恩节奉献，来1000互你大汉的，第21000，第31000，意思讲互伊知影讲，这个是要奉献的，要互上帝，是要教伊奉献的心啦，毋是讲你一条就甲献去。伊嘛毋知你献偌济，所以这个教育是真重要的。所以叫做行好关注，就是营造福气的账户。第2，你爱珍惜福气的账户，珍惜伊啦。拄则咱有讲囡仔伫过节的时阵领到这个压岁钱，有诶讲妈妈替你保管，看起来安尼也真好啦，莫互伊乌白开。但上好的教育是讲，来，今仔即摆新年咱领到偌济，这个红包，你要安怎处理？叫囡仔家己去算，你要欠偌济？互伊知影讲，这个钱毋是白白来的，你爱会晓欠啦。所以第2项账户就是福气的账户，就是储蓄的习惯，操练伊知足的心，才有迄个收钱财的概念，
这是叫做储蓄账户，第二个账户。啊，有收钱财的意思，伊才会当收到这个福气。就是讲欠少少嘛不要紧，互伊知影有这款会欠钱。第三叫做投资的账户啦，吼。这第二叫做储蓄的账户，啊，持续的核心。第三叫做用作存感恩的账户，啊，迄是一个投资的账户。投资账户当然咱一般社会就是讲我投资偌侪钱嘛，吼，啊要趁偌侪钱啊，基金也好，搭股票也好。但这个账户毋是这方面的钱财的账户，伊讲你伫少年时代，咱的时段来教伊投资人际关系。咱看见即马新的一代吼。哦，迄囡仔吼，咱嘛毋知影要甲责备啊，责备嘛，感觉讲心毋甘啦。伊都来吼，也无咧甲大人做伙，也无咧斗阵啊，连讲一个阿伯、阿姨、阿叔平安拢无啦。啊，就手机啊，就开始滑到伊走吼。从来毋捌只是大人讲过的话。啊，咱做父母嘛，感觉啊，这足正常。啊，即摆囡仔都安尼啊，请伊去你叫一个阿伯阿姆吼，后摆偌侪福气，你敢知？迄就是投资人际关系的银行嘛。你伫外面甲人朋友咧做伙，啊，你无投资，啊，干那叫人要甲你帮忙，吼，安尼你也是咧偌大人，谁人要甲你帮忙？所以咱来教咱囡仔有礼貌，咱来教囡仔会晓甲人称呼，会晓甲人尊敬，因为安尼吼，你慢慢会发现讲哇，当你有需要时，足侪人伸手要来你帮忙。当咱年纪较有，咱的家庭经济已经好啊，当然就是做事业嘛，投资这是咱拢知影的事。到伫咱到一个程度的时，搁爱投资什么？投资下一代，投资少年人，培养人才，互因知影后届吼，因会当像咱安尼，一代过一代，迄个美好的传承。就像咱教会，咱要迎至50周年吼，咱一直咧鼓励讲。哎呦，少年的起来，少年的起来，爱投资因啦，因因后来会当成做一个领袖，就是咱教会上大的福气啊。所以这叫做投资的账户。最后一个账户，咱就拢知影，叫做正确消费的账户。咱拄则有讲，因咱现代少年人，父母拢足够讲起来，咱这代啦吼，战后这代哦，足福气的，咱台湾也足稳定。啊，经济嘛发展袂歹，所以足侪人拢积资真多，吼家产。但是敢若唯一一个无注意，就是讲，囡仔要爱啥就互伊啥，根本无互伊感觉到即个钱歹赚。意思是当遮个囡仔，因要爱啥有啥的时阵，啊，买好车啦，买跑车啦，买进口车啦，啊，开销什物大项，你拢互伊，看起来是安尼，有点仔虚荣感，对无？讲哦，你看阮囝。开甲即个跑车好车，但你注意看，看遐富二代安怎去开跑车去弄着人，袂晓反悔，袂晓认错，因为安怎？当人袂晓互家己下一代勤俭的观念、正确消费的观念，一定甲头前迄3个账户拢甲伊废掉去啊！佫甲即个消费账户也袂晓注意。你甲想，你甲有法当富爸爸供应甲够，欠着互伊，到最后怎啊？伊家己吼，伫个手中拢消费了。所以无浪费，正确的消费观念，甲钱用伫祝福别人，家己也蒙福气的事顶面。前后这3讲，我真希望兄弟姊妹，你有刻入一个观念。请会记你奉献，毋是上帝欠你，是你照顾上帝。毋是上帝需要，是上帝要祝福互你的。真期待咱福强教会兄弟姊妹，拢能亲像即句话共款。咱既然叫做富强嘛吼，富强人拢是啥物？富足、丰盛、蒙福的。佮强伫啥物？强伫奉献甲行好的基督徒。愿主是阮祝福伫即项事顶面，因为头一摆牧师就讲，牧师讲遮个道理，毋是讲咱富强教会欠钱赶紧奉献，
是牧师有即个责任，甲你讲即个福气，报即条福气互你。啊，无讲，安尼是阮的失责啦吼。有讲，才是阮的责任。兄弟姊妹，今仔日吼，事实是妇女主日啦吼。啊，因为咱教会无妇女团契咧吼。啊，本来是我安排看有姊妹来献诗无，有姊妹来聚会无吼，啊有姊妹来见证无，啊因为咱袂赴啦，袂赴准备。但是呢，咱的总会有准备一段影片。今年呢，妇女主日是特别对即个巴勒斯坦的姊妹来关心。咱拢知影，即阵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战争对无？啊，特别遐有哈马斯遐吼，足侪妇女可怜啦，也要摇囝，也要走空袭。啊，今年拄好为着因来做即款的关心甲代祷。啊，因有录一条歌，录一条诗歌，哈，即条诗歌叫做甚物呢？叫做我苦劝恁。啊，咱来用听呢，因为即种做回应诗，因咱袂晓唱，啊要教也伤慢啦吼。咱用听，用即条来做默祷。啊，为着巴勒斯坦的姊妹来祈祷，啊，咱歌词印伫周报内底吼，啊，咱请同工甲即条我苦劝恁来，即条诗歌来播送。متحملين بعضكم في المحبة وأطلب إليكم 伊这是全世界各族妇女拢用翕的，像咱咧疫情的时阵无，大家拢影片拢甲同步伫一影片内底。啊，咱教会吼，有姊妹吼，有姊妹嘛参加伫内底哦吼。咱的李信礼老师。咱真看会出来袂？我劝恁着吞忍，着合伫所受的调，凡事伫忍爱，三宽容合做一体。这是念的经文啦吼。E ba le boikokobetso le bonolo ka nako tsohle le mamellane le be le mamello ka mehla ka lebaka la lerato la lona. Pene a e rawa toru. Ma te mataki te kai oki, kia vai rai te taokota ianga a te vai ruara e te ruru o te au. Vienas kūnas ir viena dvasia, kaip ir esate pašaukti į vieną savo pašaukimo viltį. Há só Senhor, uma só fé, só batismo. يوجد إله واحد وآب واحد للكل وهو سيد الكل ويستخدم الكل وهو في الكل. أطلب إليكم أن تسلكوا متحملين بعضكم في المحبة. 巴勒斯坦的妇女伫现在因为甲以色列的战争吼，因活伫即个真艰难的困境中间，咱也伫祈祷中来孝念求主怜悯，咱来做祈祷来结束。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即3礼拜做伙学习，互颂扬诚最富足的主，
所带来的恩典。主啊，你教示阮安怎突破家己人的私心的软弱，互阮知影你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放一个永远无欠的账户，就是当阮奉献的时阵，当阮关怀别人的时阵，当阮为着宣教来奉献的时阵，当咱关心弱势者的时阵，上帝你的应允甲祝福，毋是敢若阮奉献遐尼济，是超过这满满加倍。主啊，帮助阮训练即款心智，互阮参与伫上帝国迄个丰盛甲祝福。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奉献，即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三甲来奉献，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会众请起立，咱三个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伫报告的大声，咱来背本话的金句，请掀开周报尾页，咱三角来读。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要求的我，毋是由往我，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我。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我。是上帝的囝来我，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加拉太书2章第20节，咱搁来读一遍。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要求的我，毋是由我是我，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我。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我，实在伫神上帝囝来我，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加拉太书2章20节，请掀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事奉当中，请咱家己来斟酌。下周的司礼是黄俊金执事。看第3页，顶周甲本周。逐项聚会的出席信息，请咱家己来斟酌。请咱掀开第4页，集体交通本会消息。第1点，本日为总会所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请兄姐持续为着本会妇女
参与伫福音事工、生命成长、卫生事奉，甲中会、总会、妇女事工，咱三角来带导、三角奉献。第二点，小会报告，本会伫顶主日召开2024年年度定期会员好会，顺利来完成。请咱来注意下骹的接纳的事项，有一寡，咱阁有一寡好会手册放伫1楼，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来摕。第三点，代祷团推动耶稣受难前40天的禁食祈祷，邀请会友来加入禁食祈祷的中间。第四点，代祷团伫3月29拜五暗8点来举行全教会耶稣受难日的特别的聚会，邀请兄弟姊妹来有备心参与。第五点，本会定伫3月17来召开中职甲首长的联席会议，请参与会议的同工，咱三角来斟酌。第六点，本学期的奖学金申请伫今仔日3月13来截止，请大家有会当来申请的，请紧来往办公室来提出。第八点，本会人事的消息，本会专职清洁的同工刘秀云姊妹伫2月29结束伫本会服侍，来感谢伊，咱感谢伊3冬来协助教会整理内外清洁卫生的工作。小会也聘请本会郑元珍姐妹伫保罗牧区伫3月初接续即个工作，咱嘛为着伊的服侍来代祷。门徒培育事工甲研习会的消息，请咱家己来斟酌。牧区团契的消息，有上年团契主日的消息，甲基地牧区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关怀代祷的事项，请咱持续为着下骹的事项，咱来代祷，甲来持续来关怀。总中会的消息、甲社区的消息，请咱家己来注意。奉献的精神，请咱斟酌来看，有出入的，请往会计人员来提出更正。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吼，咱伫昨昏，咱有为着咱教会怀生弟兄、怀孕姐妹的爸爸，就是叫做皮华成教授吼，举行即个告别式。咱有真侪兄弟圣官队小组拢去到殡仪馆，为着这项事，大家参与伫服侍啦吼。咱第一场，咱的就是伊的新妇，就是咱的三林执事在哪边？三林执事，大家点一个头啦吼！伊讲代表家庭，甲咱说多谢，因为伊的家人拢参加国语场的吼，所以咱的三林执事特别代表，甲大家说多谢，多谢咱的关心，也继续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吼。好，请坐，请坐。另外，咱今日真欢喜看到咱的潘素云牧师来参加咱的礼拜，甲泡泡鼓励一下，欢迎哈，欢迎欢迎。潘牧师，咱大家拢捌伊，伊的先生就是柯天年牧师吼。事实因的住的厝伫咱头前的大楼尔啦吼。因平时咧牧会，最近我知影讲伊有正式对教会退休吼。若无其他的服侍，咱就近拢会伫咱遮，咱真欢迎伊吼，伫咱遮做咱的兄弟姊妹吼。大家互相熟悉，互相关心甲鼓励安尼。小等下，咱有一个即个生日的即个祝福吼，礼拜煞的时，咱请咱的寿星毋通离开吼。咱小等下要请吴添祥牧师是今仔日生日啦，小等下要请伊来分蜡烛，等下唱歌的阵请伊来吼。好，牧师用即个投影片来做几项的报告。第一个，拄则咱看到这是咱的小组长吼，伫28号参与即个退休会，咱有真好的鼓励甲祝福啦吼。因为即个小组长因事实哦，咱若是要用一个话来讲，咱的教会毋是3个牧师啦，咱教会毋是干那3个牧师，咱有20几个牧师，你敢知？什么意思呢？
因虽然是小组长，但是咧做牧师的工作，所以咱爱为着小组长祈祷，因为较早教会若较细间的时，牧师一个对正人对毋对？即嘛是小组长对遮的会友，所以像昨昏咱三营执事的讲个别式，咱小组长、小组员大家拢去帮忙，迄款的三听合合的心，会帮助咱教会成长。所以咱尊敬因是牧者互因有主的权柄来指导咱、来引带咱、来关怀咱、来为咱祈祷、为咱祝福。咱当然足望咱的小组长，伊为着组员的祈祷是带有权柄甲祝福的所以遮拢是遮的小组长的组织啦有的是拢夫妻拢做伙去虽然时间短短毋过大家足欢喜咱继续为因祈祷。因第2场要搁参加献诗啦即场是伫室外翕的安尼即个是咱文道学校第二阶段等于2。门徒学校2就是咧训练干部甲同工的，咱顶礼拜有报告时间未讲介足啦咱鼓励咱遮有参加过文道1的，有做干部的，有做委员的，有做同工的，拢来参加，因为内面的课程真重要，要甲你帮忙将来要做小组长的嘛，足需要伫遮来学习咱你话共款伫第1场礼拜，即个时阵应该是咧上课啦。咱若参加即课的人就是第1场礼拜袂当参加，第2场才来参加礼拜安尼佮即个是咱旧约先知书的演习咱拜三早起10点，佮暗时8点，咱詹牧师少年人资料足丰富的甲咱讲解，你会讲原来即个圣经的解释是安尼会真好的帮助。咱1年才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的研习。欢迎咱大家来参加，会当参加日时的报名日时的，会当参加暗时的来报名暗时的咱伫楼骹1楼的所在办公室。第3禁止40天的祈祷连续祈祷已经开始19号开始，今仔已经3月初2安尼3月初3所以已经过2礼拜去请大家踊跃。若讲我毋知影补假日嘛会使咱有提醒讲，假使你若无惯势禁食对身躯身躯有影响，还是讲要食药你会当食流质的，还是讲正常食饭，但是要参加祈祷第3，这是一个中会活动，叫做台湾早期宣教师的故事，是咧讲起咱台南城400年对吧有迄个宣教师呢，伫400年前就来咱台湾。传福音呢？这张图你甲看，你看有无？这张图真足价值的，价值几啊百万现在伫迄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咧展览，迄是一个好嘢人买起来照咱展览，因为这张相就是400年前迄牧师甲咱台南的西拉雅族洗礼的相片。这张图足价值的佫画足水啦足。迄个颜色足鲜艳，毋知影厉害迄个400年前我当画安尼呢，实在是足无简单。就是有一个叫做迄个尤纽斯牧师伫咱嘉义迄个教会，迄阵400年前的教会，真是新的教会啦伫遐甲会友洗礼，甲姊妹洗礼的相片你若有趣味要听下晡像当作去玉井佚佗安尼啦，下晡2点半已经咱教会有9个要参加。安排车辆拢安排好你若要参加，家己开车踊跃去参加听讲因参加即个演讲了后因要送咱迄个西拉雅族的土产叫做错角粿，捌食过无？错角粿迄是咱西拉雅族的家庭的迄用品过来。另外一个演讲，后礼拜要伫咱教会，就是3月初10下晡2点半到5点，要伫咱教会。伊讲的题目叫做“以人为本的银发事工的新布局”。我有鼓励咱的即个会长啦咱双年会长鼓励委员来参加，就是讲要教导咱安怎来有一个足好的双年的关怀事工。要伫咱教会办嘛所以咱鼓励兄弟报名，伊较知影几个人就对。特别上年的同工，请踊跃来报名来参加最后就是咱这本我的祈祷的手册，
哈，若有要随后来请登记哦，吼，一本100块若定，内容是你经节、祈祷词，搁你家己写的一个记录，欢迎咱大家吼。好，咱小等下礼拜刷的时阵，请忙离开，咱要来做一个敬圣会。上营会上请起立，咱来吟上营的诗歌。咱邀请牧师来祝祷。三个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众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密道避会，准备来庆生。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3月份的受请吼，拢总有70-80位啦吼，咱准备要来庆生，咱要请3月份3月份的这个受请，请咱对座位徛起来好无？咱要请吴添祥牧师行来头前，准备来来分蜡烛吼，咱来开始来吟咱歌，到奏乐了后，咱来唱生日快乐歌。咱3月份的受请者站起来，免客气，来，我们请来弹生日快乐歌，台语的哈，大家来唱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英语的，哎 ，Happy birthday to you。请牧师来头前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请牧师分蜡烛来，慢慢来。咱来为受请来祝福祈祷，为受请来祝福祈祷。主爱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看见吴牧师代表受请来分蜡烛，阮。特别求主祝福伫吴牧师的身上，因为伊伫肉体欠安的中间，犹原坚持来到教会敬拜上帝。求你，予伊伫身躯上的静养会当恢复健康，恢复伊的元气。阮为着所有的受请来祈祷，无论是今仔日，还是这个月，逐个时间，上帝恩典满满甲因同在，伫家庭亲人的祝福的下面，领受到迄个天顶来的福气。求你也保守阮众兄弟姊妹，伫阮的生活、伫工作、伫家庭、伫阮的健康，上帝你奇妙的顾守，互阮伫逐个所在，因为圣神的同在、上帝福气的同在，互阮享受到上美好、丰盛的人生。阮要结束今仔日的聚会，求你带领阮倒转的路站拢平安。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甲隔壁祝福，愿你平安，多谢。